我哋嘅生活都離唔開大自然。接觸自然，令我哋平衡心生靈，並可以從中獲得靈感同埋活力。我係黃福義，我係郊野公園工作咗30年。今日嘅郊野公園青山綠水，生機勃勃，對大眾嚟講係一個親近自然、康樂同埋教育嘅空間，而對野生動植物而言係一個舒適嘅家。不過我細嗰陣時，香港嘅郊野並唔係咁樣。記得嗰陣時的山頭係光禿禿嘅，後來我先至知道，第2次世界大戰期間，香港有大量嘅林木被砍伐用作燃料，山頭變得荒蕪。戰後社會百業待興，資源短缺，植林嘅工作非常艱難。由50年代起，政府努力大規模植樹造林，先至有而家綠油油嘅光景。植林工作雖然獲得成果，但香港嘅山林往往面對山火嘅威脅。每年秋冬季天氣乾燥，加上東北風，即使細小嘅火種引發嘅山火都可以一發不可收拾。60至80年代，平均每年有240公頃嘅山林被山火燒毀。政府除咗設立有效嘅防火措施，亦加強對市民嘅教育。植林、育林、護林，花咁多人力物力，樹究竟有咩意義？我諗唔同嘅人都會有唔同嘅答案。天人合一，順應自然。自古以嚟，人同樹嘅關係都密不可分。樹可以提升生物嘅多樣性，有助調節氣候。樹木淨化空氣，保護水土，亦有醫藥價值。樹默默地為地球作出貢獻，我哋一定要好好珍惜。但植林並唔係一朝一夕嘅事，苗圃培育係好關鍵嘅環節。漁護署為咗確保植樹幼苗嘅供應量同埋品質，80年代設立大棠苗圃，由野外採種至到培育幼苗，到登山、植樹、護林，漁護署都一手包辦。苗圃培植咗大頭茶、潤蘭、紅花荷、細葉榕等超過100種原生樹種。我哋而家先至可以喺郊野公園見到咁豐富多樣嘅樹林。現時苗圃每年生產超過20萬棵樹苗，以供植樹之用。植林係一項長遠嘅工作，我哋需要世世代代傳承下去，下一代先至可以享受到茂密森林帶嚟嘅福祉。自從1957年開始，漁護署一直舉辦植樹活動，俾大眾認識郊野嘅森林，得來不易。護林防火非常重要。過去10年，漁護署已經喺郊野公園種植超過360萬棵樹苗。植樹唔單止係種植樹苗，仲係一份對大自然、對下一代嘅承諾。同心協力之下，我相信呢片綠色嘅未來會更加茂盛、更加健康。我哋今日種下樹苗，喺呢片土地上生根、發芽、成長，一棵樹、2棵樹，慢慢咁交織成綠色嘅海洋，讓郊野公園得以傳承。下一代嘅森林，從今日開始，